開計程車上驚拄到這款人客啦！你看，這是台中計程車司機，伊半暝載一個啉甲醉茫茫的人客，這載無偌久的人客，感覺這司機挑工細遠路，要求要停車，而且講煞了，佮動手，哇，對後壁去攻擊這個運將，而且佮塑雕運將阿媽棍，這運將驚一個趕緊報警，伊即擺非常的煩惱，因為啊，到即擺伊頭殼佮咧戇啊，足驚以後若是佮載人客，若是佮撞到這款啊。唔知要安怎咧？臨江馬細乘客要求客運車司機改駛路，要求司機停落來，佮講要報警。司機甲車停靠佇咧路邊，想袂到後一秒，乘客洶洶拍司機。乘客唔若開司機後腦殼殼，佮吹司機阿媽棍叫歹聽話，佮罵司機挑工細路。司機目鏡扣拍到歪去，驚甲趕緊打電話報警。想要打我？樂和路跟文山三街路口。司機講，駛客運車人員攏駛暗時遐，唔捌拄到這款代誌，扣拍了後會頭殼痛，嘛足驚伊駛車載人客，佮拄到歹溜落的人。目前是經常風，就是會怕再遇到這樣的事情，心理受創。載這種酒客就是很像開盲盒，他是什麼樣的人，我們也不知道啊。然後暗時啊9點外，多關客運車司機載一位乘客，當時乘客規身軀臭酒味，感覺司機挑故意駛路。不過司機講，家己有照導航咧走。你們已經有些衝突還是怎麼樣？沒有，他到某一個路口的時候，他要請我停靠路邊，他接着我們在繞路，他報警，我就配合他，然後他就突然攻擊我。因行車路線發生口角糾紛，張男徒手攻擊羅男致受傷，羅男已提出傷害告訴。司機認為乘客起酒小甲人拍，決定告乘客傷害。警察通知乘客到案說明了後，以傷害毀損等罪嫌改偵辦。